大家好，我係李日豪，又嚟到花旗環球財富投資金融市場短評嘅時間。今日係2025年嘅3月10號。自上年10月以嚟，日本股市都係區間上落為主，日經225指數喺38,000點至到大約4萬點之間波動。花旗分析員認為，日股受累於三大因素。首先，市場擔心美國經濟前景；第二，特朗普關稅嘅不確定性；第三，日元重新升值。但係花旗分析員認為，日股已經有一定程度反映咗呢啲嘅負面因素，亦都認為壞消息出盡，反而可能支持短期日股嘅表現。花旗分析員認為，日股短期內唔太可能出現大升，但係即使同關稅相關嘅風險導致日股短期調整，花旗分析員仍然認為日經225指數跌勢或者喺35,500點左右就跌得差唔多，東證指數就可能喺2,550點左右企穩。相信一旦特朗普政府關稅政策整體情況明朗化，到時日股或者會出現真正嘅上升潛力。今次嘅金融市場短評時間就差唔多啦，下次再見，拜拜。